这些精美的壁画，这些琴是跟我们艺术有关嘛？是的。所以我把这个素材融到2个不同的节目去呈现的。还有在谷歌壁画上的一些鼓，左侧的这个白色的人，穿长袍的，他们就是画的是那个咱们的宣鼓乐器。这个现在咱们那个低压箱能可见的这个鼓，还有传承人。然后跳考25也能用到的，可能就一个是这个鼓，然后更多的鼓其实它的形状啊这些还是结构是相似的，但是有些就是造型，有细腰的呀，各种